欢迎收看公司台语台宝岛歌灯。1930年代，台湾发行的曲盘，除了南北管、戏剧、流行歌以外，还有属于说唱艺术类型。内面的台语会互人起鸡母皮的笑话，也有互囡仔听的囡仔歌。即摆咱听到笑话内底吼，因主要拢是要表现的是即个社会大家较趣味的物件，所以也有迄个食乌粉，吼，就是鸦片，吼。也有跋筊，吼，尤其这跋筊的文化特别较济吼，也有迄个请查某，也是较装开的吼，也是迄个开骹破相的吼，啊，其实讲的拢是较社会价值的，可能这嘛是台湾人较有趣味、较有兴趣的内容吼，生活上吼，即个趣味大概拢是甲即种的互动的过程内底去产生出来，啊，这拢是以前的文字的记录，也是文献的记录。也是一般的歌谣、流行歌，袂去讲到的这个人物，啊，伫咧笑话内底拢会出现。透过这歌重新出土的笑话唱片和囡仔歌，会当互咱用声音来了解台湾早期社会生活。即马咱就做伙来听看卖，迄个时代78转的台湾声音。唔通甲只乌鸟轮来咯，若带乌鸟来过过来，洗汤当绝对袂做咧禁止在啊！哎，我做你啊，乌鸟放咱这顶阿姊啊！哎呦，咱较水的乌狗就唔通吃哦，唔通搁看着就介意，迄落山狗是不平互你啊！有影就对啊。那看到这个好笑的表演哦，或者是讲这个节目吼，一定要甲人吼斗阵来做伙看啊吼，甲加上讲一寡讨论吼，甚至讲家己搁搬一遍啊，搬一摆吼，安尼才会感觉讲搁较新鲜，搁较趣味。啊，这个有影啊，因为人咧讲吼，暗爽是着来上，所以讲这个好物件吼，一定要甲人来分享啦。就像讲日本时代的这个曲台吼，啊，甲这个笑话的曲盘，其实吼大家厝边头尾啊，小少来去甲做伙听，真是一件吼好听搁袂跳针的代志。吼，所以讲咧，咱今日继续来讲曲盘，欢迎到今日来宾。曲盘听讲文化工作室的黄树和老师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树和。老师啊，咱拢讲吼，迄曲盘内底差不多听到吼，其实迄拢咧讲话嘛，啊讲拢讲笑话啦，啊其实咱台语咧讲笑话对无？是。啊是咱知影，但是有真侪人唔知影讲迄个曲盘内底笑话是啥物意思啊？你甲咱小解释一下。其实笑话吼，就是咱咧讲的讲冷笑话啦。有影。啊，但是吼，咱嘛唔通想讲伊是冷笑话，是因为吼一定爱有一件代志。吼，是大家人拢咧讨论的。啊。你来讨论这件代志，是，这是会引起大家人的兴趣嘛。是。啊，你也用一个大家人拢无注重的代志，你来讲这件代志，嘛无法度引起大家人的注意。所以一定爱有一件代志是，大家人当日时拢大家拢咧讨论。啊。咱来录做一个曲盘。是。啊，内底就是针对这个主题，咱去讨论这件代志。是。啊，所以就会引起大家人会去讨论嘛。嗯。啊，但是伊才用较。就讲较笑话，也是讲唱的这个方式，来管这个曲盘，所以这就是咱咧讲的笑话。像讲日本时代吼，这个笑话的曲盘敢真多啊，即马吼，就是讲陆陆续续吼，咱去发现讲有真侪迄个时阵存在的一寡曲盘是甲这笑话有关系。但以我安尼咧发现有无？伊其实是占足少的，足少的，因为吼大部分当中也是以南北管啦、流行歌、歌戏之类的吼。那笑话吼，大部分就是讲，伫咧这个种类内底吼，伊是占小部分。啊，这小部分你要有法度引起流行，就一定爱是我讲的，就讲大家人拢咧讨论的一件代志，是无问题。啊，所以像台湾的第一张曲盘有无吼，就是讲这个笑话的曲盘，就是这乌鸟甲乌狗。我劝阮家修仙就较早哩，兄弟啊，恁有读书开化就真修卡，啊，有时唔通搁走去公园，甲遐乌鸟乱加，参加就是遐采过鸟，唔是嘛哦。哎呦，啊，我随时就通知咱这姊妹啊看，迄落啊乌狗海口是极牛烂哦，出门穿迄个西米领龙啦，讲伊是真好看，实在在厝在转路玩，有影就对啊。可能即马较侪岁人。大拢听有乌鸟、乌狗是啥物，就是讲穿啊足歹，
诶，查甫的就是乌狗，穿啊做时髦的这个查某的就叫乌猫，是。这个去盘内底就你来讲就讲乌猫甲乌狗吼，内底就有是你讲就讲穿啊做水的这个乌狗有无吼？咱逐个人嘛想要找迄种穿啊啪哩啪哩的烟头的啊，但是你要找这个乌狗吼。咱要教是要教乌狗嘛，但是咱嫁人袂使，嫁人袂教乌狗，咱都袂使嫁乌狗。同款啊，要教女朋友爱带乌猫，但是咱带某袂用带乌猫。对，这内底就你来你讲吼，伊穿啊做啪哩，但是吼，伊佫有大因只，就讲乌猫的大因只好只袂晓破讲。咱吼要交往这，若要认真要论嫁吼，咱就毋通去交乌狗啦。是，乌狗吼就会三心两意，有诶无？是。啊，这乌狗来讲啦吼，啊这。但要带这乌猫吼，唔通啦，因为吼带乌猫吼，拢会较平淡啦，会较啦乌白走啦。安尼，咱会讲比一个是毋是？甲像讲以前咱看迄搭喙膏迄意思差不多。对，就是你搭喙膏。就是搭喙膏。就是讲，我请求互你，你来回转来，就两个人伫遐听，所以，伊这主题最主要上大原就是讲，要有这听众咧边仔听的时阵，有种认同感。咱头前讲的这笑话的迄个内容吼，拢是讲就是流行的话题啦吼，就是讲一般的迄个人，你个头尾咧讲的这咧谈的，上时髦、上时行的话题安尼吼。啊，但是吼，我听讲这张内底有去讲咧个问翁姨吼。哎呦，一老安三个是哦，因要受这是成义气哦，好头食到54，青春少年时。甲我4个翁受了问翁姨，就等下晡时啦。要补文纸甲青衣哦，也甲纸钱啊！哎呦，草啊这离婚时，咱就洗头抹粉，唔通沾胭脂。茶啊油烧甲袂人我甲二娘时，白花拍一支哦，就是咧头中间。白果素做果边啦，心情白天时，我啊裤脚烂干净，色裤拍草纸。白话是迄个款色边哦，保护伞举一支，一个囝佫爱甲头啼啼。这摆翁姨好啊，因家来问翁姨，表打着来去哦。探花站甲问翁姨差咧，就一个是大伊叫起来，是。啊，一个是咱落去找伊，对，内底有你讲了讲吼，你这看的时阵有无吼？这穿插有无吼？袂使穿较伤时髦啦，爱穿我较素的，愈素愈好啦。因为吼翁等伊啊啦，啊老母家己讲你个勇敢吼，你嘛袂使穿较伤时髦啊。你个勇敢的翁有无？嘛是会看了。嘛是无欢喜啊！你这个我都无伫，你个穿甲安尼，你是搁要交别人呢？是。所以咱就内底就讲哦，就爱穿好较素面呢，来去来关起来的时阵，要问代志。这个话题虽然咱听起来敢若袂输，敢若是较早的代志，但是现代即马这个有一个著有名个，我的大家真可爱。是。内底嘛有关翁起来，要问讲这间店要搁继续做无？是。这个。这头小咩啊？来看袂清楚。哦。我问你啦，我唔免问你啊，我才拄落去无偌久尔呢，啊你哪去爱别人哈？哈，你听谁讲的啊？啊，就拄过我个你就来甲我讲的啊。那你就是啊，我拢唔知呢。你莫甲我冤枉啦，我真乖真安分呢。真安分？啊，唔过甲别人困做伙个安分。其实当阵的人对这个未可知的这个世界吼，总是拢会搁惊啊，搁好奇，所以就想要去了解。但是因为有的人袂去问嘛，但是伊就是透过这个去盘，伊把这个问翁姨的这个故事。搬一解互你听，咱唔免听去问，咱听去搬，就会使敢若袂输感受讲原来问翁姨是安尼。探花站其实就是另外一种，就咱人类。比如讲，因为较早医学无遐尼发达嘛，咱若有辛苦病痛，看医生也讲袂出一个症头，食药啊拢袂改善，这就爱来落来这探花站。有啥物人？感觉看油啊水，你今日喊你行要创啥物？哎呦，想讲盈盈啦，要叫你来关一3股啦，探花站。安尼是？对啊。来，做咧。啊，对了。啊，去不啷咧哈？哦。白呀天呀本啊大，是明亮啊不下是干
啊，探花粽就是你讲咱的迄个什么元神元神宫，嘿，对对，啊，这个花有无吼，就是咱的本命宫嘛。啊，若冷气，咱就爱压水啦，吼，啊，若小可有猪肚丝，咱就爱来清掉啦，哦，啊，若清清的啊，款款都好，哦，安尼咱就是讲对咱的身体就会完成就有帮助，嘿，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讲，伫迄个时阵，咱咧讲的讲，医学无发达。啊，咱就是另外一种精神的寄托。去办吼，有当时啊，咱若较好运，即个歌单啊，伊就会夹咧内底。啊，但是大部分歌单是纸类的吼，拢较拉芳的。啊，咱若有的时阵，咱就有法度安尼来听。啊，若无吼，咱就爱靠耳孔吼，聊聊听，聊聊写出来。啊，这我看有查甫唱的，啊有查某讲的，查某讲的，啊有查甫咧唱，所以讲有唱，啊佫有讲。是。啊，这大概内容这是咧讲啥？啊！伊咧困的时阵去梦着讲伊得了头彩，是啊，就开始幻想啊，啊，就大音某叫起来，吼，我吼开始去梦着啥，啊，我若有得了啥，我就开始吼要来起大厝，是，啊，这个厝头前吼，就爱有水池，啊，后壁就爱种果树，是，嘿，啊吼，就爱个出门有无吼，就爱穿西米咯，是，啊，食饭有无吼，就是讲食饭咱就爱安怎，爱食牛排，是，啊，透早有无吼？咱透早较早传统拢是即个食糜嘛，哦，啊伊毋是，伊讲哦，就爱啉咖啡，啊加牛面，哦啊代表讲吼，伊食时髦，啊对就是啦，对，啊所以啊上重要是伊个讲着讲吼，我头好嘢吼，我头搁要来带洗去，是，啊因某就来会当骂，哦啊就讲吼，即个内底咱通听着讲，连迄个时代吼，甲咱即马是拢共款啦。衰歹啊！啊好，不手即摆钱若互我入手啦！啊，恁爸若有咧几十万，迄阵拢袂拄旅行咯，也是安怎？为了大厝我就来抢咯。啊，成鱼池后果子，大厅结碰椅，中昼东洋子，暗顿我就结成料理，也暝尾我就点心大蒸，早时啊就咖啡牛奶，啊迄阵春环我才甲你拍大蒸，啊西米露我就来落，也到有时出门我就毋惊人吵啊，袂晓做哦。原当时咱咧听这个曲盘的时阵，咱就会使听到内底有一寡足济有一寡咱消失去的一寡文字。是。哦，像讲比如讲咱有一寡文字上，我有听到内底有讲到陆生。啊，即摆大人嘛想讲陆生是啥？陆生。啊，陆生有可能咱想来陆生陆的，但是伊有另外一种含义。比如讲咱去西亚市，去拄个捡漏啊，啊，就钱用捡去。啊，陆生是个另外一种，迄就是咱即马上新的诈骗集团。哦，就是讲你一定互骗到无钱啊，硬个来你撸，是，嘿，连生都无要帮你刷，连生都要爱。啊，咱就通听哦，原来这个台语文书吼，咱即马听袂到。是。啊，像咱较讲的迄个好狗狗猫，或是伊的有一寡另外一面就是北冰友咯嘛。是。啊。咱即马你骂一个查某也骂较歹听啊，你北丁啊吼，北丁，对，啊，咱即马拢一定较少你听到，所以有当时听这个曲盘，咱会使听到讲，迄个时代一寡社会，较实在的一寡生活啦，听笑话，咱听到其实人讲是讲一般老百姓，伊愿望的是啥，还是讲迄个日本时代，迄个时阵你流行什么代志？天乌乌要落雨，啊讲啊，你这天乌乌甲我的天乌无共啊，这是安怎？这是早差不多20多年前的代志。足感谢师傅的，因为吼，阮迄个音乐会了后，阮大伯伫5礼拜了后就过身。是清朝的时阵，这个铁枝路敢若是家人到新竹，但是我看这张有真侪铁枝路拢已经完成啊，啊无这个铁枝路冲管线进前，啊我台北人要去台南，啊是要哪去？爱坐船较方便，因为你若是无坐船哦，不只是这个大溪，你可能袂过去。好呀。若是土匪出现，你就害。话讲要讲的啊，
但是你收这个播歌，甲你到底有啥物关系啊？去山顶录这小播歌吼，是我感觉是足快乐的一件代志啦。会使听到讲上后讲上正确、上单调的迄个台语，啊，我哋为着要学习这台语吼，我甘愿吼，规工走山顶安尼。大家继续来听歌吼，今摆要来讲到囡仔歌，啊，来讲囡仔歌吼，一定要介绍一位，这位就是对这个曲盘吼，囡仔歌拢真了解的另外一位来宾，这位就是咱的曲宪朴老师。我是日本时代太平唱片作曲家快哉，就是区创中校长的孙曲宪朴。啊，这囡仔歌我头一项我想讲，咱台语的囡仔歌一定是这个天乌乌。啊，天乌乌要落雨，啊讲啊，啊你这歌词甲咱较无共，啊这是这个天乌乌甲我的天乌无共，啊这是安怎？这是早差不多20多年前的代志。原来我是要找迄个看讲上早的这个望春风是生做3款。啊，因为这个资料库内底的歌是足济，啊，所以我就是用这个作曲家作曲家的名，就是丁武宪去找。啊，迄个丁大家拢知影写起来真侪话。是。啊，我还未找到这个字的时阵，我就看到一个足面熟的名叫做快哉。啊，快哉咧，就是阮阿公伫过身的时阵去牌顶头写的名。是。啊，所以我就感觉真奇怪，所以我就甲这个快哉伫资料库内底有的歌名，拢摕互我阿伯看。是。啊，才确定讲哦，原来这个日本时代太平唱片的这个作曲家快哉，就是我的阿公。哦。同市八里区大南马的这个大成国校的这个校长区创中先生。啊，为什么爱用号这个名呢？咱无用伊正名。对，因为吼，伫日本时代用艺名吼，其实是有2个原因。吼，上主要的原因就是吼。因为吼用个迄个即卖的曲盘吼，是足贵的物件。是。啊，一张曲盘顶头吼嘛，干那2条歌尔。有影。哈，所以吼，若是讲有一条歌吼，写词写曲，啊，甚至是唱的人，拢是共一个人。佮伫曲盘顶头干那写迄个人的名。啊吼，这个消费者看到吼，都会感觉真拍算袂好，啊，都无想要买。啊，所以这个曲盘就卖甲真歹。所以伫日本时代的时阵。就算你是创作型的歌手，吼，你写词写曲，甚至是唱，拢是你的。是。啊，不过唱片公司伊会要求讲，你都爱用3个无共款的艺名，爱写在曲盘的顶头。哦。啊，另外有一个原因吼，就是甲阮阿公伫啊迄个太平唱片是有关系。吼，用艺名的原因呢，是伫预防这个日本政府来找麻烦。哦，是。因为这个太平唱片吼，是伫日本时代。吼，较有台湾意识、较有文化教育的这个理念，啊，佫会去关心社会的现实，啊，甚至会去吐槽日本政府的唱片公司，是，啊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，所以伫太平唱片内底，无论是写词、作曲，啊是演唱的这个歌手，拢较爱用艺名，较无爱用真名，是。啊，另外就是公司内底呢，嘛无像哥伦比亚共款，伊拢会出员工的合照。啊，就是你惊讲迄个日本警察吼，都摕真名，啊，佮相片，啊来掠人去关。是，囡仔的时阵啊，阿公敢有唱这个歌互你听？其实是无。无。嘿，阿公嘛无甲我讲吼，快哉就是伊。是。嘿。所以是后来我才阿公过身的时阵看迄牌，我才去问大人，啊大人讲，哦，迄快哉是伊家己号的啊。是。嘿，啊，所以阿公虽然讲阿公阿嬷吼，我自出世以来就甲阿公阿嬷住共间困做伙。啊，毋过吼，阿公有教我讲这个台语画图、弹钢琴，毋过伊无教我伊所做的这个囡仔歌。哦，啊，我阿伯有甲我讲，就是讲，因的学道上吼。伫教因唱这歌的时阵吼，拢是要找足特别的好时机。譬如讲吼，若是看到外口天足乌啊，开始咧落雨啊，有人开始举雨伞，有人排脏水，看到涂骹有这水滴伫遐跳来跳去，是，伊才会去教天乌。哦，是。嘿，啊，若是伊带囡仔出去放风吹。啊嘛，拄到一群人伫遐放风吹，大家真欢喜，伊才会教囡仔来唱放风吹。因为像即款的环境内底，互囡仔来记歌词，就会较简单。歌谣的传唱哦，算讲是上便利的一个方法。因为讲大家咧唱歌的过程中间吼，啊，你当学着真侪物件，内底有生活的一寡禁区的，或者是讲爱注重的代志啦吼。啊，咱教育的部分用歌来唱，你知影讲即个过程啊吼，啊，你就去
甲即个师傅去接触到吼啊，师傅你迄阵啊接到伊的电话，你啥物感想啊？你会感觉讲这个人是啥物人安尼青蒙白蒙安尼？恁两个人是啊熟悉迄个过程到底是安怎？你是啥物感受？因为当初伊是透过博物馆而且黄鲁元先生吼，的小解，来甲我联络。所以黄鲁元先生就先同我讲这个消息，我一听到的时候我嘛足欢喜。所以我接到电话的时阵，伊同我讲因大伯啊嘛，二伯啊，全各拢伫的。我听到讲，各拢伫的，嘛拢90外岁。我第一个代志就是想讲，袂使，这吼一定爱甲时间比赛，袂使互人有任何遗憾啦。我就是希望讲，这声音会使有大伯听到，咱嘛会使来透过这声音，咱会使去做一寡记录，看大伯啊，伊对较早的一寡情形，伊个会记得偌济。大部分吼，你一定爱互伊听到原声，伊想到的代志会更较济，伊会更较济。所以我就是随去哩放互听，人就做记录。我当然就是真正像我讲的，因为毕竟我有咧做这个长照的这个服务嘛。所以我知影讲，这时间一定爱把嘛，过2、3天，我就说随去你白遐，就去你白遐，就各位台南搁去你一届啊，经验拢是共款的。咱人看到是大人欢喜迄一面，我感觉讲这场去办，伫阮兜，甲伫因兜，迄感觉是无共的，所以我感觉这是收去办一种意义啦。是。其实我嘛足感谢师傅的，因为吼。阮迄个音乐会了后，阮大伯伫5礼拜了后就过身。是。你在过程中，你有发现讲，咱的这个歌吼，伫你的这流行歌也好，或者是囡仔歌吼，伫你的生活中间，甲你的专业啦吼，你会认为讲，伫个文化中间，你的生活中间有产生啥物款的迄个感受无？阮大哥吼已经96岁，吼几年前已经吼医生吼判断做伊已经是失智啊，吼毋过咧，顶礼拜我去甲伊看，吼。拄啊开始伊嘛是精神足无好啊，一直伫独居叫拢叫袂起来。是。后来我就放阿公的这个囡仔歌互伊听。听一个，伊精神就来啊，目睭佫闭甲真紧。是。佫会讲，这都是邱创中先生做的。所以你看，像一个已经互判失智的人，毋过这歌的内容，甲人名伊拢会记会起来。是。嘿，所以这对这个日本时代这个台语的这个歌曲，对80-90岁以上的这个老人，迄有足特别的意义。因为这都是因伫少年的时阵伫听的歌。适合迄阵吼，伊嘛真热心，就迄个我发现讲，这个有阿公的曲盘了，我就请适合。伊对台南吼，足热情遐热情哦，来塞车来北部2届，伫阮大伯就是邱瑞东先生，甲阮二伯邱瑞武先生的厝来放阿公的曲盘。迄阵阮大伯吼，都有甲大家讲吼，伊迄阵囡仔的时阵，伊学倒送咯，就带伊吼去这个太平唱片，去台北的太平唱片，看到内底的人吼，就伫遐无用的迄种情况。讲一个，可能佫想到伊的学倒送，就开始哭。伊到有句讲吼，那日本时代爱有曲盘吼，你就爱去坐船爱去日本录音。是。甲快哉的意思咧。伊讲吼，迄都是快乐的查甫人。哦呀。对，毋是我伫想的，较紧来食菜。是。毋过这就甲我迄阵伫囡仔的时阵伫学校内底学的足无共款。都是咱迄阵伫学校内底学东西，日本时代台湾人过甲足散车的。是啊。过甲足郁卒的。是。哪会有快乐的这代志咧？对。即摆你从这个文化会当算讲甲。应该算讲是转去的物件，甲接活来了。你上深的感受是啥？我想就是我若会当吼，甲这互阿公吼佫红一届，安尼我就真欢喜。今日吼有要讲真侪故事拢讲袂透，时间嘛有限但是咱望着讲咱的声音吼，会当好好甲保留起来，因为这个声音就是咱台湾人的声音，是正咱台湾人的文化，咱一定要好好来保守。嘛，感谢各位吼，会当把这个阳光佫有这么用心专心去做这个保存的工作，真感谢两位老师来到咱现场。
吹，放风吹，草阿婆人真多，有的吃，有的坐，咱若来去放风吹。放风吹，放风吹，我风中是风吹，有的红，有的白，咱若来去放风吹。风吹有红色的白色的。放风吹，放风吹。